上一集講到，而家所謂六壬呢個教門亂象叢生嘅根源，又係有好多人由於急揾錢呢一種心態導致嘅，就絕對與南法北傳無關。所以大家盡量都避免用翻一啲地域歧視嘅語言，話最衰你呢一班北佬啦。咁當年阿伯客家人喺香港傳法，唔通又同你講，喂，我客家人嘅法，你班講白話嘅我唔教你，冇可能噶嘛。因為畢竟我哋都知道所謂土客之爭，當年客家佬咧攞住番釘鋤頭同人家爭地盤打交，係同咩人爭？唔係你班土著爭咯。嗱，但係接落嚟要講呢一個 topic 咧，就真係同啲北佬有關啦。喺網上有條柒碌啊，係唔係學六壬嘅，學啲好 Q 小眾嘅教門，我聽都未聽過。叫做唔知乜叉嘢嘅茅山嚇。嗱，嚟呢度一定要好鄭重咁解釋説明啦。我對茅山呢個教門咧就並無不敬。我知道香港有一位叫做曾憲真老師傅，佢個法脈就叫做茅山百年真心教，分為初教、一教、二教、三教、大教同埋天教。香港地茅山呢個教門以及曾憲真老師公，可能喺70、80年代就已經係好出名、好出名、好大名噶啦啊！咁啊，呢啲我哋知噶嘛，但係佢嗰個唔知乜叉嘢茅山，就正如喺六壬前邊加個城市名，或者喺茅山前邊加個人名，諸如此類呢啲好小眾嘅教門啊。係咪北佬我唔知，但係講晒普通話咁嘅款嘅，咁就為咗博眼球啦、蹭料靚啦，就講咗一啲好不知所謂嘅言論。我心諗，喂，阿伯啲徒子徒孫喺內地好多㗎，冇人上網開拉屌就冚家產嘅，話平水要嚟割五雷嘅嗰頂帽係舊時客家女人要嚟遮陽用㗎喎。反正我學法學咗10幾年之前，都未聽講過啲咁不知天高地厚嘅言論。相信喺香港地傳咗60幾年嘅福英館都未有類似嘅講法。視頻平台嘅興起可以咁講係將唔同嘅民間法教發揚光大嘅。嗱，其他嘅教門多唔多人學我又唔知啦，但係最起碼令到一啲所謂嘅神功小白知道呢一個教門嘅存在，響呢一點而言係積極嘅，但係會有機會造成另外一種局面。只要你嘅視頻做得好，有咁誇張講到咁誇張，同時又有啲傻佬信㗎噃，喺不斷發酵嘅過程之中，於是大家一路喺度作古仔啦。哇！下壇兵馬呢個 topic 勁啊，多人睇啊！咁以及就係話，咦，你個頂要嚟個五雷嘅帽，女人戴嘅啫咩？諸如此類呢啲咁嘅言論嚇，講出嚟嗰條友就為咗吸引眼球、博流量。奈何聽嗰個真係信咗。嗱，我哋先唔講嗰頂用嚟割五雷嘅帽係女人用嚟遮陽呢個 topic 先。嗱，喺我哋祖國裏邊，大部分學緊六壬嗰位師公都係佢嘅啫嘛，都係佢嘅徒弟翻嚟教嘅。嗱，香港嘅彭師傅我真係未有機會見過，香港嘅張師傅、佛山嘅葉師傅。你問下跟咗佢時間好長嘅徒弟，有冇聽師傅講過？咦，我哋六壬福英館有下壇兵馬㗎，得閒你撚一撚佢啊！咁嘅講法咧。嗱，當然啦，據我了解，喺廟水好多時候行法過程之中係會用到行兵符嘅。我未作過正式統計，相信響視頻平台刷出嚟8成、9成都係伯呢支水。阿伯幾時話過俾你聽？下壇啲兵馬係可以撚嘅，點撚啊？為朱古力啊，定係為士多啤梨啊？時光倒流60年，我相信無論乜嘢嘢教門都係咁噶啦。徒弟奉上口教紅兒，師傅喺壇前同你搭紅過教，用5年、10年、15年呢啲咁嘅時間去考察下你呢個人品係點嘅，然之後慢慢逐啲嘢咁去教你。同時呢一個徒弟有機會嘅話，亦都會去行法幫人。當然啦，行法幫人唔係講緊你300蚊一條符，10條就3000咁嚟幫法喎。做師傅嗰個覺得係時候啦，就會俾個5香呢一個徒弟，等做徒弟嗰個都會有機會喺出邊收徒弟揾食嘅。
當年嘅年代唔係代表咗你過咗五鄉響出邊揾大錢啦，然之後唔 show 個師傅嘅喎，真人真事啊！有一位大師傅阿伯嘅徒弟嚟嘅，自己做咗師傅都有一段時間㗎啦。當然啦，當年70年代嘅時候，大家都係掹掹緊，身上得返200蚊身家，喺條街度見到阿伯迎面行緊過嚟，上去打咗個招呼，將全副身家就俾晒阿伯。嗱，而家嘅商業社會，你要求啲人好似70年代咁對師傅就冇可能嘅。而家做師傅嗰啲將神功當為生意咁嚟做，又似乎無可厚非。但係六壬呢個教門嘅亂象已經出現咗啦，我哋應該點樣辦呢？